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中部刑事局抓到一个诈骗集团，专门偷取到民众的资料，利用假造的健保卡冒名，甲民众名下地产过户到人头户，刷落来甲卖掉来变现金。其中一笔的地产伫台中一中的上款市价1亿，已经互诈骗集团卖掉。安尼前后有5亿，已经互诈骗集团摕过手。即摆这个受害人只会当透过诉讼，看是不是会当甲土地讨回来。坐伫轮椅顶面，这个是诈骗集团的主嫌，伊利用假健保卡要借款的协议书，将民众的土地偷偷过户到人头的名下，结果将有值钱的土地卖出去，用这款手法已经卖2笔出去啊，得手5亿。透过伪造健保卡的方式来伪造这个被害地主的身份，大概可以到80%-90%的这个相似度。其中一笔被卖去的土地，伫台中一中的上款是增发地段市价1亿。就安尼，和这诈骗集团卖去啊，因骗的土地包括新北、桃园、台中拢有，总共价值有15亿6千万。依照违反洗钱防治法、诈欺、伪造文书，还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这些罪嫌来移请基隆地检署侦办。其实今年2月份，这个诈骗集团就被抓到，当时这个主嫌以200万块交保，想到经过5个月后，因又搁被抓到诈骗洗钱。即马主嫌已经被限制住所，检方伫控告，受害民众只能透过法院看敢有法度摕回互人偷过名的土地。